歡迎大家出席由我哋資本平台舉辦 CEO 聯成 Entrepreneur of the Year 2024頒獎典禮。感謝資本平台 Capital 嘅邀請，等我今日咧有機會同各位一齊嘉許一班卓越嘅企業家。作為一間公司或者機構嘅掌舵人，我哋每日咧都係迎接緊好多嘅挑戰，要帶領團隊係披荊斬棘，勇往直前，並且係實現可持續嘅增長。今日所有嘅得獎者，唔單止係代表咗企業嘅成就，更加係象徵住香港企業家喺新時代嘅勇氣同埋智慧。喺呢度，我祝賀所有嘅得獎者，你哋嘅故事係將會成為更多企業嘅啟發。我哋每年咧都會係喺過去我哋嘅被訪者裏邊咧係選出一啲值得嘉許嘅 CEO 同埋一啲企業家嘅，表揚佢哋嘅傑出貢獻啦同埋成就。而今日獲得嘉許嘅嘉賓呢，亦都係曾經喺我哋雜誌出現過嘅傑出人物。我哋明年2025年呢係會有3大任務嘅，分別咧就係同內地嘅教育機構合作，計算出內地同香港大學嘅100強嘅排名榜。第二件大事呢，就係我哋會出版一個特刊啦，就係介紹40位40歲樓下嘅大灣區才俊。咁啊，第三件呢，就係資本平台將會加強對呢個數碼資產嘅報導，希望喺2025年呢係可以繼續同今日獲嘉許嘅 CEO 同企業家係合作，完成以上3大任務啊！